一黃金週期間，四川一個女人玩高空項目嘅時候，懷疑安全設備有問題，由高處墮下身亡。現場係華盈市馬流岩探險公園。過去嘅星期日，一個女人玩高空項目嘅時候，懷疑未綁好安全繩。喺踏出懸崖之後，無奈安全繩突然鬆斷，個女人隨即向下急墜，送院途中不治。當局初步確定事件屬於企業生產安全責任事故，正依法依規調查。涉事公園已經停業整頓。涉事項目叫做瀑布秋千。內地傳媒報道，項目喺3月中先至開幕，建於馬流岩瀑布上方，而瀑布距離地面至少168米，相當於大約56層樓咁高。秋千擺弧達到300米。據報死者家屬已經同景區達成賠償協議。而事發之後，華盈市文旅部門發出提示，提醒長者同兒童應該謹慎選擇高危極限項目。未成年人玩極限體驗項目嘅時候，必須由監護人全程陪同，並且履行看護責任。